新北國際田徑公開賽今仔日比頭一天，咱台灣的下男選手張博雅100公尺預賽摕到第一，不過決賽是輸予世界紀錄保持人，所以講摕到銀牌。也若是銅牌，也是咱台灣的選手葉碧安。有名動漫競演手世家甜美的笑容張博雅佇女子100公尺跨欄預賽第一組比賽，頂個月才佇日本布蘭道校紀念賽走出12秒96，刷新個人生涯上好，希望預賽贏走13秒以內。13秒03無法度入關，伊還是分組第二，伊感覺算是好的開始。因為早上有跑過一趟，我那時候在日本第一趟也沒有跑很好，可是決賽的時候就可能早上有跑過，可能比較適應。甲張博雅同組，還有澳洲、香港越南選手，還有目前過去U10個全國紀錄保持人林祖杰，走出13秒97，分組第7。我第一次那個國邀賽比就是成人欄，就是我就是會怕就是自己表現不好，而且這禮拜的狀況是沒有像到全中運的那時候的狀況那麼好。世界紀錄保持人安慕桑在第2組出場，比賽後邊加速13秒05，分組第2，總排名第2，進入決賽。就是很輕鬆就可以跟我跑一樣快。可是對啊，因為人家是世界頂尖的選手，那我就以自己的狀態就是去跟自己比較。那如果可以透過決賽可以努力跟進他的話，我想對自己的成績也有一定的突破。後收的快速，還有欄間的寬步，還有起跑的，就是上欄的距離，這些差距是會影響到成績非常多，所以這是我要向他學習的。特別亞運公開賽無代表選手爭取門票，代表選手爭取再進化。不過男子110公尺跨欄預賽已經摕到亞運資格林奕凱，倒頭算第4拿下技術優勝跋倒，最後互同學挨落去到醫療室休困檢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